催我啦！我唔信呢嚿嘢咁易冧，搞錯啊！我就唔信呢嚿嘢咁易冧。哇！真係咁易冧嘅咩？哇！你手仲震過摩打喎。次次都係我輸，係咪真係咁易冧啊？當然不是啦，有一樣東西永遠不會倒的。咁係咩啊？我哋嘅香港咯。你又知香港永遠都唔冧嘅咩？嚇！你唔知㗎，就憑香港國安法咯。國安法咩嚟㗎？我真係未聽過喎。國安法都不知道，你讀書幹什麼吃的？你解釋給他聽啦。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正式生效，致力維護國家主權，並以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，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己任。冇錯啦，國安法實施以嚟，市民嘅權利同埋自由都得到保障。喺呢個條件下，香港就梗係唔會冧啦。同時，我哋身為香港嘅一份子，有責任去守護呢個家。我哋要將呢份價值觀好好咁傳承俾下一代啊！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哦，快來玩，快來玩，沒事啦。說了這麼多，我一定會贏翻一鋪嘅。